面對身後事或死亡呢啲話題，內心難免會感到沉重，有啲不知所措，甚至想回避。但生老病死實屬自然不過嘅生命定律，係每個人都要行到嘅最後階梯。若能學識更坦然去認識同準備，或許就能夠以一份平靜取代不安。講到生命終結後嘅歸宿，骨灰龕就係我哋常接觸到嘅選擇。咁骨灰龕究竟係咩呢？佢遠遠唔止係一個安放骨灰嘅地方，而係為亡者積福、傳遞家族的信仰和力量。一個妥善嘅龕位，係先人靈魂得以安頓嘅神聖空間，係達至魂魄安寧嘅關鍵所在。將先人安放於此，並唔代表生命嘅終結，反而係以另一種形式嘅莊嚴轉化同永恆延續。佢更係家族血脈同精神嘅重要傳承基石。後人可在此慎終追遠，緬懷先人嘅教誨同德行，讓家族嘅故事、文化同祝福跨越時空，代代相傳。一個龕位承載住思念，寄託住敬意，亦都係對生命圓滿嘅一種圓融詮釋。